日元跌穿40年新低，全球流動性危機再現 ，AI 泡沫只係冧低嘅第一張骨牌。Hi， 大家好，我係 Austin。最近呢幾日，金融市場可以話係立立亂，日元匯率一路狂跌，直接插水跌穿咗40年以嚟嘅歷史新低。與此同時，納指同埋各大半導體 ETF 都出現咗非常慘烈嘅下跌洗倉。好多朋友可能會覺得呢兩件事大纜都扯唔埋，你可能認為日元貶值純粹係日本國內通脹引起嘅，而美股半導體板塊回調呢，只不過係前期升得太多啦，獲利盤平倉導致嘅技術性調整啫。但今日我先要同大家好明確咁講，事情冇表面睇落咁簡單。日元呢個過去幾年一直都係底層支柱嘅全球風險資產嘅超級資金水泵，而家正響起非常刺耳嘅警報。呢個絕對唔係一座孤島危機，更加唔係網上啲人亂吹嘅咩刻意安排嘅陰謀啦，而係全球流動性即將面臨大收縮嘅第一張骨牌。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講得有啲誇張嚇，日元貶值憑咩可以將遠在天邊嘅美股科技股扯落嚟呢？我哋唔講陰謀論，純粹實打實咁樣睇宏觀金融經濟。華爾街公開嘅秘密，日元 carry trade。大家回顧翻啦，過去呢幾十年，日本為咗刺激經濟，長年維持住零利率甚至係負利率嘅政策，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你喺日本嘅銀行借到大量嘅日元出嚟，幾乎係唔使俾任何利息成本。到咗前兩年，聯儲局為咗撳低美國國內嘅通脹，開啟咗史詩級嘅暴力加息週期，而美元利率一路狂飆到5%以上嘅高位。呢個時候，全球嘅聰明錢同埋啲對沖基金嘅大佬，即刻就發現咗一個堪稱完美嘅無風險套息閉環，由日本以極低甚至零成本借入日元，轉手喺外匯市場拋售，換成強勢嘅美元，然後揸住啲美金去買有5%無風險收益嘅美債，或者直接衝入高增長嘅納指，重倉掃入 Nvidia 啦、Google 啦、Microsoft 呢啲爆升嘅龍頭股。大家自己計下條數啊嚇，借錢幾乎係零成本，轉個手存喺美國就可以白賺咁多嘅利息，攞去買美股更加係食正喺呢幾年 AI 爆發嘅巨大紅利。咁全世界嘅資本都喺度做緊呢唔包賺嘅生意，個個都係瘋狂咁樣沽日圓買美金。呢股龐大嘅力量唔單止係直接將日元匯率撳落去40年嚟嘅谷底，同時呢啲平價嘅日本資金亦都成為咗推高美股核心嘅動力之一。咁到底呢個 carry trade 池裏面呢，入面存咗幾多水呢？如果唔計任何複雜嘅衍生工具，淨係直接借日元投資海外嘅淨倉位，規模已經係達到數萬億美元計。如果計埋華爾街機構透過抵押資產滾動放大嘅隱形槓桿，呢筆套息交易嘅資金規模可能真係嚇死你。換言之，你見到嘅呢輪美股 AI 狂歡，底層其實充斥咗大量嘅平價日元資金。只要日元一直趴喺谷底咧，華爾街就可以用源源不斷嘅資金喺日本抽水去灌美股。但係咧，常識話俾我哋知啦，金融市場入面咧冇永動機嘅。如果呢套邏輯逆轉咗咧，如果日本央行被逼到埋牆角，無奈要出手干預咧，好多人可能會問：既然日元貶值可以令到日本嘅出口半導體設備好賣，咁日本央行點解唔索性躺平，由得日元一直貶值落去呢？網上有好多所謂嘅陰謀論，呢啲話其實都係華爾街為咗執平嘅而蓄意嘅做空。今日我哋唔講呢啲玄妙嘅嘢，我哋淨係睇最底層、最真實嘅宏觀數據。日元之所以跌穿40年嘅新低，根本原因就係4個字：息差懸殊。大家諗下，2022年到2023年呢段時間，聯儲局為咗打擊通脹，將美元利率推高到5%以上嘅高位，但日本央行呢，動作慢條斯理，利率長期派喺0附近，咁資金係逐利噶嘛，一邊係5%嘅無風險高息，一邊係幾乎零成本嘅借貸，資金自然會瘋狂咁流出日本，湧向美國。呢個就係基本盤，根本就唔需要咩陰謀論去推動。咁點解日本央行而家急呢？因為佢哋已經逼到唞唔到氣啦。咩意思？日本係一個極度依賴進口嘅島國，超過90%嘅能源啦，同埋原材料都必須依靠進口。咁日元大幅度貶值代表咩？代表日本進口所有嘢嘅成本都係迅速飆升嘅。我哋攞實打實嘅數據嚟講，因為日元貶值，日本國內遭遇極之嚴重嘅輸入性通脹。
日本一年內有超過2萬種食品係被迫宣布加價，食品類 CPI 升幅一度逼近7%，普羅大眾買日用品越嚟越貴，企業比唔起高昂嘅能源同埋原材料帳單，出口賺翻嚟嗰少少外匯，連買貴價嘅石油同天然氣嘅差價都填唔翻，呢樣嘢直接導致咗巨大嘅貿易逆差，然後就形成咗一個極度痛苦嘅死循環，日元越跌，進口嘅成本越高，進口成本越高，日本國內嘅經濟就越差，經濟越差，國內嘅資金就進一步外流，導致到信心崩潰，日元跌得更加慘。此時此刻，擺喺日本央行面前嘅係一個無解嘅不可能三角。如果佢哋繼續扮死，唔加息、唔縮表，咁日元就會繼續狂跌。國內嘅惡性通脹失控，市民同實體企業直接俾高昂嘅物價砸死，日本經濟可能崩盤。但如果佢哋強行出手，暴力加息啦，又或者係大幅度縮表，拋售國債嚟捍衛日元呢，日本政府就唔單止要面臨天量嘅國債利息負擔，更恐怖嘅係呢樣嘢會直接引爆我哋前面提到過嘅超級炸彈——日元 carry trade 大回流。呢個就係點解近期只要日本央行稍微放少少加息或者縮表嘅鷹派風聲，美股市場特別係我哋呢啲手頭上有半導體啦同 AI 科技股嘅，就好容易無端端插水嘅原因。因為華爾街嘅聰明錢知得一清二楚啊！日本央行已經係冇退路，佢哋係隨時會被撳低抽乾全球流動性嘅開關。而一旦呢個掣被撳低，第一個受到衝擊嘅就係呢2年升得最癲嘅 AI 半導體。好啦，而家我哋推演到一個最致命嘅一環，如果日本央行真係頂唔住，暴力干預或者加息，導致到日元匯率出現反轉或者係暴力升值，全球市場會發生啲咩事呢？我哋第一部分計過一條 carry trade 嘅數，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最底層嘅常識：華爾街機構借走嘅係日元，將來還債嘅時候要還嘅都係日元。所以只要日元一升值，呢套原本瞓住賺嘅套息遊戲就會瞬間變成催命符，因為機構會突然發現日元貴咗，佢哋要還嘅債務成本正以幾何級數飆升。咁為咗填補呢個虧損啦，或者應付要即將殺到埋身嘅 margin call，佢哋必須要緊急去籌集海量資金去換翻日元嚟還債。咁問題嚟啦，幾百上千億美元嘅現金缺口點填？我哋呢行成日講 sell what you can，not what you want。當華爾街面臨生死存亡嘅 margin call 時候，佢哋絕對唔會去賣啲流動性差或者係已經俾砸到賣唔出嘅垃圾，佢哋會毫不猶豫咁掟走流動性最好，喺過去1-2年幫佢哋賺到盆滿缽滿嘅優質資產。咁喺呢個 moment， 放眼全球，邊一類資產係帳面利潤最高、流動性最充裕嘅呢？冇錯啦，就係納指入面嘅科技巨頭，就係 Nvidia、Google、Microsoft 同埋各大半導體嘅 ETF 龍頭。咁其實就解釋咗點解最近只要日元一有反彈升值嘅苗頭，美股嘅半導體板塊就會即刻遭遇毫無道理嘅拋售。唔係因為 AI 技術發展停滯咗，亦唔係因為巨頭業績唔靚仔，而係因為背後嘅超級資金水泵正喺度瘋狂抽水，宏觀嘅流動性退潮。咁當然啦，呢輪美股 AI 科技股板塊嘅下跌，仲有一個直接嘅原因，就係最近巨頭們嘅財報顯示 AI 嘅天量嘅資本開支仲加緊。咁呢度我就唔展開啦嚇。今集嘅重點呢，就只係討論日元嘅問題。賣美元資產補缺口，最差嘅情況係會可能引起踩踏效應。簡單嚟講就係導致到拋售 AI 龍頭股股價大跌，下跌又觸發咗更多嘅量化基金同埋孖展嘅平倉線，機構被迫進一步無差別咁訂貨啊！當雪球越滾越大，最終就有可能引發美股大盤嘅系統性崩盤。最後需要聲明嘅係，今日 Austin 做咗呢一期日元危機拆解，絕對唔係為咗製造恐慌，更加唔係叫大家徹底睇空美股。AI 依然係未來10年嘅絕對生產力，各大半導體巨頭嘅長期價值亦都毋庸置疑。但大家必須要清醒咁意識得到，目前市場面臨嘅唔係基本面嘅惡化，而係由日元 carry trade 平倉所引發嘅全球流動性收縮。喺呢種史詩級嘅宏觀博弈面前，諗住 V 型反彈係非常之危險嘅。為咗幫大家喺呢場可能爆發嘅風暴入面保存資產，Austin 總結咗3條穿越危機嘅保命鐵律。第一，徹底放棄對高估值科技股對半導體嘅麻木幻想，唔好以為 AI 係未來就冇腦掃貨。大家不妨回憶一下2000年嘅科網泡沫，
互聯網確實係改變咗呢個世界，但如果你喺當年最瘋狂嘅時候冇腦買入咗 Cisco、Microsoft 呢一啲絕對嘅行業巨頭，你依然有可能係遭遇80%以上嘅虧損，甚至要死捱10幾年先可以翻到成本價。咁當底層嘅日元套息資金大逃亡嗰陣，再偉大嘅故事都頂唔住流動性枯竭所帶嚟嘅無差別屠殺。我哋需要耐心等待嘅係呢波流動性危機結束啦，釋放完畢啦，等待嗰啲真正優質嘅資產跌出一個靚位先至好入場。第二，即刻清零你所有嘅孖展槓桿，遠離期權。睇下韓國嗰啲因為炒孖展、炒半導體而被強行平倉嘅清零嘅慘痛教訓啦。孖展順風嗰陣咧係神器，但係逆風嗰陣咧就會攞你命3000。喺我嘅頻道，我一直強調大家要去買正股，千祈唔好去掂期權同埋融資孖展。喺上萬億美金嘅絞肉機裏面咧，穩打穩紮，唔好加孖展，先至可以係最長命嘅。第三，死守你嘅現金選擇權。喺牛市入面，部分現金倉位可能會令你跑輸瘋狂嘅大市，但喺股災之入面，現金係你執平貨買入被錯殺黃金籌碼嘅入場券。做投資咧，永遠唔好用自己嘅本金去賭大細，更加唔好喺風暴口裏面去同趨勢對賭，寧願錯失一次爆升嘅尾班車，都絕對唔好將自己綁死喺歷史嘅高位上面。OK， 今日關於日元同全球流動性嘅拆解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大家覺得日本央行接住落嚟會點做呢？你手頭上嘅美股同半導體嘅倉位打算點處理呢？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同我哋進行理性有深度嘅探討。如果覺得今日嘅內容講得比較通透，可以幫你理清宏觀資本嘅運作邏輯，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撳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接住落嚟嘅業績解釋同埋市場嗰盤啦。OK， 我係 Austin，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